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勇台语，我是阿勇。今仔日来到台北车头边仔遮有一间足趣味的空间，这是乐创哦，这所在叫做乐创，这是乐创的创办人吼，叫做 Corinne 你好。你好，阿勇你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。所以乐创这个所在是咧做啥？因为介趣味我毋捌看安尼个所在啦。主要乐创是有提供2项的无共款的服务。头一个就是你若是有想要设一个空间，亲像办活动啊、办 party 啊，还是你就是要上课啊，你需要有一个空间的需求的人客，拢会当来使咱的空间。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家己有囡仔嘛，我的囡仔也6、4岁，所以讲伊就是踮咧遮会当有一寡亲子共学的活动安尼。好，你是哪会想到爱开这种的空间啦？阮工作室是咧今年5月的时阵开幕，所以讲足新的。阮的有3个精神，就是头一个就是爱台湾，第二个就是爱台北，搁爱搁较济小囡仔，爱搁较济囡仔。爱台湾，爱台北，爱囡仔。对，所以阮所有的活动拢是，互囡仔会当搁较了解即个土地，认同即个土地，保持一个母语的环境安尼。因为我其实有足侪观众朋友拢有咧一直甲我问，阿勇，阮是安那要教阮囡仔讲台语，还是读台文，还是阮无法度保持即个台语的环境，所以来遮就是有即个功能嘛。对，那阮会邀请老师来遮上课，也是讲我家己办的一寡活动，拢是互囡仔会当咧即个空间，会当搁较免惊讲你出去讲台语人听无，还是会当大家做伙用即个台语的方式来生活。安尼真好啊！所以乐创内底台语是一定听有吼。是。既然安尼，阿勇，你要甲我斗阵安尼说一年看卖无？好啊，来。哎呦。楼梯入来大门遮，为楼骹行入咧楼顶了，越头看，你就会看到即个有即个图吼，遮有一个径山拍铁店。径山拍铁店是咧淡水中山路，阮妈妈遐甲团6代的拍铁店，即马都上尾台，因为即马大家拢网络买物件，因若徛在楼顶了，为2楼看出去的感觉，就感觉即个图内底有一个门，就请入来。多谢啊！这是一个无人的商店，就是囡仔会当写讲伊买啥物物件，买偌济。即个图是参考台北的大千百货公司甲金立百货公司。本来即个百货公司拢咧台北，即马拢无阮就会甲伊画即个图的。咱来看即个壁的所在有放足济囡仔册，所以有英语还有一寡台语的安尼。有英语、有台语、有华语的册，毋过咱也是真重视台文的部分，所以台文的册嘛是有。真好啊，赞哦！这是一间囡仔佚佗的所在，囡仔佚佗的所在嘛是会当是妈妈饲奶的所在。囡仔入来了后咧，伊会当踮遮看册还是伊要遮爬去顶悬2个即个安全的围栏甲围起来。大人拢爱随时注意囡仔的安全，这足重要的。因伫遮运动咧遮佚佗这位是啥？这位是阮老母，苏小姐陈太太。各位老母恁好。囡仔来到遮会当看。佚佗玩具佚佗物以外，阁有甲台北亲像来赤峰街还是大稻埕有关系的册，拢伫遮，互因了解即个城市的变化。Corinne 拄则看到迄个册壁遐有足侪台文的册，我惊讲爸母可能想要互因的囡仔听，但是读袂落因为台文看无，这要安怎处理啊？即个问题就是我的问题，因为我咧读迄个台文的囡仔册，互我囡仔听的时阵，我发现讲我可能看无，迄台文，阁有罗马字我嘛看无，所以咱就邀请理工局基金会的陈鸿辉老师来教爸爸妈妈，专门教爸爸妈妈安怎读、安怎写。赞哦！咱即个活动有18摆是为
12月29开始。12月29，好，啊，佫有啥物款的活动呢？明年正月16的时阵呢，咱甲迄个，伊是即个花信电米工厂的第3代，啊，因是电米工厂有出迄个米粉嘛，米粉甲做鸡卵糕，做米的鸡卵糕，咱邀请迄廖家丁师傅，廖家丁师傅起来台北为婚礼特别专工起来台北，嘿，啊，教小朋友安怎做迄个米的鸡卵糕，专程拢讲台语，对。开课，嘿，安尼就赞。其实阮邀请即个师傅的时阵，伊有惊着，因为伊讲，阮虽然咧婚礼拢是讲台语生活，毋过上课讲台语是头一摆哦，紧来。阁有即个是台语的动物观察，因为即马咧住咧即个城市内底，因仔吼，因可能对即款动物较无机会。除了去动物园以外，较无机会接触即个动物的部分，所以讲，咱甲即个伊早动物来哦。对，有语文创的老师吼，伊就是用完全台语的方式，来介绍即个水鸡啊，佮有沙漠的鸟鼠，安尼。安尼嘛就赞。讲到即个动物吼，拄则我有看到一本册，即个。解说台湾的动物来唱歌，啊，你敢若念一条歌互阮听安尼？无，我邀请阿勇甲咱做伙唱。好，倒退牛，头壳一粒珠，行路倒退路，去福巴电功夫，人叫伊工程师，头壳一粒珠。行路倒退路，转到遐掠蜘蛛，逐日食甲拍嘟嘟。大家观众朋友，若有兴趣参加一寡遮的活动，也是家己办一寡家己的活动吼，拢嘛会使。会记得伫下骹遐吼，找着录像的面册对无？对。吼，面册会当过去，嘿，起赞，会记得起赞，一定爱起赞。甲因直接联络吼 ，Corinne， 感谢。感谢阿勇，感谢大家。大家若感觉阿勇台语袂歹，也是对你有帮助，请甲我嘛爱斗相共者吼，就是会记得支赞吼，电话也搁有爱分享互较侪人知影有即个频道吼。感谢大家，再会。再会。